我哋啱啱順利到台北啦。今次我哋住咩酒店啊？今次呢，我哋入住101隔離嗰間君悅酒店行政套房，我哋會正對住101嘅大廈，咁到時就開箱俾大家睇下啦。我哋而家等緊 Uber，關注我哋啦。台北君悅酒店離101同埋世貿中心好近，係商務客同埋旅客嘅首選。台北君悅酒店有30幾年嘅歷史，係一間5星級嘅酒店，曾經有無數嘅名人住過，係台北頂級飯店嘅指標之一。不過對唔少人而言，最為熟悉就係君悅酒店嘅都市傳說。君悅酒店曾經登上飯店預約網站Hotel.com 評選為全球10大猛鬼酒店之一，係亞洲唯一上榜嘅酒店。大家係咪都睇唔出呢？相傳因為君悅酒店嘅設置地址係日治時期嘅亂葬崗，酒店曾經放置啲佛經同埋符咒嚟鎮壓，後嚟就換成依家嘅保安園。不過官方已經辟謠，表示符咒係台灣宗密大師林雲嘅畫作。不過老實講，個保安員放喺度真係怪怪地。如果冇嘢嘅話，使乜搞咁多嘢？今次我哋會入住13日嘅行政套房，就睇下有幾晚。入到房門左面就有一個大泳池，朋友就話有啲似 M 巾，裏面嘅裝修有啲似日式嘅風格。右面就係客廁。有一張大理石嘅圓台，同埋一張好大嘅梳化。不過我就覺得電視機有啲細。客廳望出去就係台北101，行路去對面只需要5分鐘。房間嘅色調好 warm，感覺好舒服。雖然酒店已經開咗30幾年，但係裏面嘅 design 都唔算話好舊。打開客廳個櫃，裏面全部都係鏡，有4支水、咖啡機同埋熱水壺，有4個咖啡粒，一啲好得意嘅小裝飾。飲品同埋零食都要額外收費。入去睡房睇下先，係 King Size 嘅大床。行政套房一晚嘅價錢大概1500蚊美金。我哋係 Hyatt 嘅會員，用積分兌換咗大概400蚊一晚。左面係步入式嘅衣帽間。有一晚我唔知係咪撞邪啦，瞓覺全身濕晒，條頸同埋背脊流晒汗，從來都未試過咁樣，濕到好似游完水咁，諗起都毛管凍。再睇下房間外面嘅景色，係面向大巨蛋同埋國立國父紀念館。我自己就最欣賞個廁所，廁所嘅採光好好，係落地玻璃，大浴缸前面仲有一個小屏幕，可以睇電視或者聽音樂。同樣都係面向大巨蛋同埋國立國父紀念館。廁所係智能馬桶，到淋浴嘅區域，沖涼液、洗頭水同埋護髮素都係名牌嘅，就連番梘同埋 body lotion 都係。隔離有一個化妝鏡，如果有化妝台會更加好。有風筒、漱口水、棉花棒同埋卸妝棉等等，但就係冇牙刷同埋牙膏，酒店話唔會提供。有需要嘅話要到大堂嘅商店購買。仲有2包浴鹽，
過酒店唔係太 update，蘋果手機線只有 Type A， 竟然冇提供到 Type C。另外，電腦充電器只能夠插喺後面嘅位置，的確有啲唔方便，而且有啲奇怪。行政套房會有迎賓禮，就係呢盤水果，仲有一瓶紅酒同埋一啲餅乾。佢哋酒店嘅餅乾係幾好食，每一日都會送2個俾我哋。下午5點半到7點半都會有免費雞尾酒提供，朝早7點到10點，貴賓室都會提供一啲小食同埋飲品。到夜晚8點半要休息啦，去沖個涼先。浴室裏面一個小電視，同外面個電視機操作都係一樣。所有電影都需要收費，而且係一啲都唔平。老實講，我寧願喺出面電影院睇電影好過。沖涼時發覺水龍頭有漏水嘅情況，不過酒店好快幫我哋處理咗，效率十分之高。行政套房係包早餐，係自助餐嘅形式。貴賓廳係位於22樓，景色都算唔錯。有好多窗邊嘅位置。而家去睇下有咩嘢食先。有茶同埋咖啡機，牛奶，仲有啲果汁。有 cereal、牛角包、各種唔同嘅麵包，仲有乳酪。仲有煙三文魚都幾好食。酒店每日嘅早餐都會有更新同埋變化，唔會令人覺得好悶。仲有格仔餅，廚師仲可以煎蛋同埋整 pancake 等等。我覺得早餐嘅食物質素係一般般，勉強合格。窗外係可以見到台北101。游泳池係不規則嘅，最長嗰條線係22米，最短嗰條就20米。不過唔建議大家夜晚去游水，因為夜晚燈光唔夠，好昏暗，而且水裡面只有幾個燈泡，其中一啲仲壞咗添。如果戴咗啲防 UV 嘅眼鏡，就好難見到前面嘅方向。有一晚游下嗰陣，突然之間見到個黑色衫嘅女人，真係嚇死我。君悦酒店附近有好多商場，最出名當然就係微風 Breeze， 到處都係聖誕裝飾，聖誕氣氛十分之濃厚。我哋去咗網上評分好高嘅餐廳，半島牛肉麵。店鋪唔算好大，因為依家仲好早，所以餐廳冇乜人。半斤半肉闊麵係佢哋招牌菜，韭菜豬肉餃子都好好食。有唔少嘅牛筋同埋牛肉。牛筋啊！
腍好入味，超好食。啲麵係粗麵嚟㗎，佢係粗麵嚟嘅，有啲似嗰啲大陸嗰啲咧刀削麵嘅感覺嘅啫。似刀削麵。不過佢又好似係冇刀削麵咁闊咯，但係佢又比普通麵要粗啲嗰種。我好嘴刁嘅老公都不停咁飲啲湯，可想而知啲湯底幾好飲。先埋個咩喎？先埋個辣椒油，勁香喎好似。個辣椒油係勁香，而且都幾辣下。韭菜豬肉餃超好食，必點。點埋個辣醬簡直停唔到口。如果大家咁啱嚟到101附近，記得唔好錯過呢間嘢啊！